好感动哦。这是又跟我爸爸有关，好像我都没有写给我妈妈哦。我妈妈被不平衡。好，哎呀，妈妈没有讲话，哎呀。因为我觉得跟家人相处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来源。然后我看到我的外婆，就是外婆70几岁了吧，不知道有没有80了。可是她还是现在虽然家里有接水龙头啊，有电视啊，接电灯啊，可是她还是很喜欢过成以前那种很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她很节约能源啊，就是他像以前他们水都得来不易嘛，都挑水，然后像水像好像大家很习惯水龙头打开就有水了，有没有？可是阿嬤还是很节俭的，就那个水都一滴一滴的使用，因为以前挑水挑过来很辛苦的。然后因为这样跟他聊天，我就想到一个作品，然后现在也想要唱给大家听。这首歌叫《取水歌》，取水歌。等一下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演奏了，也很像前奏了，是一种意象。有想象我阿嬤曾经16岁的时候，一个活泼可爱的阿美族少女，然后拿着那个提水的那个大竹筒，这样去提水，挑啊挑啊。走在山间的石头上，这样下来挑水，很勤劳，然后抬上去，然后给家人煮饭啊、洗米用的水，取水歌，给大家听一下。